他们分享是在下面分享，还是讲台上分享？好，OK，好。主你引带我，我心拢无惊。有你在带路，我能主宰。有时我头前看无路。有时我头前是风暴，我的主带路搁看高，主啊，我完全交托。主你引带我，我心拢无惊。主啊，我完全交托。有时我头前看无路，有时我头前是风暴，我的主带路搁看高。主啊，我完全交托。如同印记，你将我放在你的心上，如同足迹。你的爱是如此坚强，胜过死亡。让我好隐藏。2、3、4，爱情哒哒哒哒。爱情的
的心上，如同印记，你将我放在你的心上，如同触及。你的爱是如此坚强，胜过死亡。你的爱是如此宽广，让我毫无隐藏。对你爱不完，对你爱不完，不完，不完，将我放在你的心上，如同印记。音控有人吗？简大哥还是钟情在音控室吗？简大哥那个有一个 PPT 是应该是第几个？有个1、2、3、4个那个大纲的那一页，就是有一页就是有1、2、3、4。刚刚停着的那页。小赖的部分，再往下一点点。对，这个第一个是受核感召，那个核，第二个字，核是核实的核，人可和，谢谢。这不是凭眼见，或者不是凭感觉，我甚至祝你与我同在，在你面对没能成的事，有你我能成就一切。成就一切，因你赐我力量，凡事都有可能，有你瞎眼能看见，生命能改变，我凭信心而活，凡事都有可能。
那边会，你看那个电视，你看不到，就我们看不见，我们看不见。不可能。欢喜，伫礼拜日的时阵，咱早起来就是一个心情，真欢喜的心情，备办家己要来教会，甲上帝相见面。咱伫遮要同心来敬拜，要领受上帝予咱的福音。咱咧领受的时阵，爱记伫咱的心底。即时咱来传的信息，请咱掀开信息481首。信息481首，脱出罪恶黑暗的交界。咱来吟第1节，来脱出罪恶黑暗的交界，主我求你，主我求你。第4节的头一字，伊写战争的战对哦，迄个咱读做太阳魔鬼死实的关系。然后咧，第2节的头一字，耶12个，啊，搁来看第2节的第3节。第3节的头一句的中央，地上烦恼，你甲我安慰，你甲我安慰。啊，搁来第3节的头尾节的第1句，亲像钱仔顺转，甲你同，甲你同好。咱来唱第4节。太阳魔鬼死实的关系，太阳魔鬼死实的关系，主我求你，主我求你，今日白头的一个魔算，救主我来求你。请咱备办心，做今仔礼拜，而且甲咱的手机啊关静音，也是关机。
来啊，咱着鞠躬敬拜，跪落伫创造咱的耶和华的面前，因为伊是咱的上帝，咱是伊养饲的百姓，是伊手下的羊。今仔日恁若听伊的声，诗歌敬拜，咱请建成乐团，因免唱的诗歌是在这里让我。大家平安，邀请大家一起起立，我们在礼拜天的早晨一起在这边敬拜赞美神，耶！神的子民何以聚集，热切期盼遇见你，天要敞开，神的道传遍，因为我们渴慕寻求你。一起来宣告，在这里，在这里，耶稣你现在在这里，我相信，我相信，喜乐你将和在这里，荣耀彰显，奇妙神迹将显明，天上国度降临在这里。谢谢大家跟旁边的人挥手说你好，你好。神的子民何以聚集，热切期盼遇见你，天要敞开，神的道传遍，因为我们渴慕寻求你。在哪里？在这里，在这里，耶稣你现在在这里，我相信，我相信，喜乐你将和在这里，荣耀彰显，奇妙神迹将显明，天上国度降临在这里。在哪里？在这里，在这里，耶稣你现在在这里，我相信，我相信，喜乐你将和在这里，荣耀彰显，奇妙神迹将显明，天上国度降临在这里，你的灵在这里，这里就有自由，生命自由运行无止境。一山高海信心，决定不断升起，期待伟大神作奇妙事。一起宣告，在这里，在这里，耶稣你现在在这里，我相信，我相信，喜乐你将和在这里，荣耀彰显，奇妙神迹将显明，天上国度降临在这里，荣耀彰显，荣耀彰显，奇妙神迹将显明，天上国度降临在这里。让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让我。你爱使我苏醒，重新来过，深切渴望能活在你手中，生命跟随你跳动，梦想因你而启动，所有一切交给你，毫无保留。你爱使我苏醒，重新来过，
中，生命跟随你跳动，梦想因你而启动，所有一切交给你，毫无保留。让我为你而活，让我为你而站立，永不放弃。想你爱我，让我为你前进。我庆幸是你赎回，如今单单属于你，活出你旨意的生命，改变世界为你转动。让我们从头唱一次。主啊，你是我们苏醒，重新来过。你爱使我苏醒，重新来过。深切渴望能活在你手中，生命跟随你跳动，梦想因你而启动，所有一切交给你，毫无保留。让我为你而活，让我为你而站立，永不放弃。想你爱我，让我为你前进。我庆幸是你赎回，如今单单属于你，活出你旨意的生命，改变世界为你。让我为你而活，让我为你而站立，永不放弃。想你爱我，让我为你前进。我庆幸是你赎回，如今单单属于你，活出你旨意的生命，改变世界为你。转动的梦想，实现着希望。我已看见永恒的光芒，光芒在我心上，在世界绽放，让我为你照亮。让我为你而活，让我为你而站立，永不放弃。想你爱我，让我为你前进。我庆幸是你赎回，如今单单属于你，活出你旨意的生命，活出你旨意的生命，活出你旨意的生命，改变世界为你转动。我们依然站立，用使徒信经来做信仰告白。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上帝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任内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的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请坐。K 英文，咱做伙来交读 K 英文。K 英文第3篇。我来客，恁来应。
耶和华阮的主啊，你将你的恩光摆设伫天里，对婴仔甲食冷鞋的喙建立能力。我看你的天，你的手所做的。世间人是啥物，你笑念伊；你互伊比天使、利亚较输。你设立伊管理你的手的所做的，就是一切羊甲驴，天中的鸟。耶和华阮的主啊，好，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上帝，今天是我们的音乐见证分享主日，感谢你在我们生活当中成为力量和帮助，陪伴我们度过每个难关与低落。主，我们要为你做见证。在你的爱里，我们有了不致缺乏的生命故事。人生的路上有你与我们同行。我们即将开始今天的聚会，求主保守牧师的讲道和每个见证者的分享，能成为大家坚定信仰的磐石。透过乐团的服事，也带领会众进入你的同在。孩子这样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Amen。乌鲁，咱请建成乐团，因要唱的诗歌是《若有人在基督里》。我来到主座前，生命早由你掌权，你心意向我彰显，我愿成为你荣耀的殿，旧事已过，全是新的，因主的爱得以重生，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若有人在基督里，若有人在基督里，他是全新的人，他是全新的人。我生命全属于你，我生命全属于你，因你为我设计，因你为我设计。我来到主座前，生命早由你掌权，你心意向我彰显，我愿成为你荣耀的殿，旧事已过，全是新的，因主的爱得以重生，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若有人在基督里，若有人在基督里，他是全新的人，他是全新的人。我生命全属于你，我生命全属于你，因你为我设计，因你为我设计，旧事已过，全是新的，全
全是新的我，就是一光，全是新的，全是新的。若有人在基督里，若有人在基督里，他是全新的人，他是全新的人。我生命全属于你，我生命全属于你，因你为我舍己。邀请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若有人在基督里，若有人在基督里，他是全新的人，他是全新的人。我生命全属于你，我生命全属于你，因你为我舍己，因你为我舍己。若有人在基督里，若有人在基督里，他是全新的人，他是全新的人。我生命全属于你，我生命全属于你，因你为我舍己，因你为我舍己。圣经，今日上帝的话记伫耶利米书31章31节、33节，伫周报的后壁面。我来读。耶和华讲：看，日子要到，我要到以色列家、犹大家立新的约。耶和华讲：遐个立了后，我甲以色列家所要立的约是即个，就是我要用我的律法下伫因的心内，刻伫因的心。我要做因的上帝，因要做我的百姓。好，今天是禾堂礼拜，所以我用华语来念一次。看哪，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到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上帝，他们要做我的子民。这是耶和华说的。上帝话读到这，进度咱请姊妹牧师，伊的题目是新约。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父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下圣子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赎。因着这样的救赎，你与我们立的这个约定，主，你实现了。主，你的应许从未落空。主，因着这样的新约，我们可以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可以在我们有限的生命来彰显你的荣耀。愿我主的灵今天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在这一场盛会里面，将一切荣耀归给你，也可以从你那里领受满满的祝福与恩典。我们这样感谢、仰望、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呢是1年1度，我们由我们建成乐团跟我们有报名见证、分享见证的弟兄姐妹一起组合融合而成的一个礼拜。这个非常荣耀的礼拜，在诗篇22篇有说：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姐妹，在大会中我要赞美你。因为他没有藐视受苦的人，也没有向他们掩面。那受苦的人呼吁的时候，他就垂听。因此，我们要在大会中赞美我们的神。但是在过去，牧师常常听说长老教会就是死气沉沉，因为台湾基督长老教会这个8个字听起来就很有压力，很没有那个年轻的那种 feel。那个时候的人都说，长老教会的人呢，就只爱读经、听道理。好，长老教会拢就爱听道理，总是呢听道理、听道理，只是为了要让自己长知识，有更多的圣经知识或者是神学思考，但是却从不认真去
检视我们自己的生命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去经历基督的爱与救赎，我们就无法见证自己如何因着耶稣而改变。于是乎，为了摆脱那死气沉沉的长老教会的这样子的枷锁，许多长老教会就开始鼓励会友去参加特会。特会非常的热闹，非常的火热，那个氛围，那个 feel 非常的好。或者呢是说将团契改做小组。牧师在20几年前刚受洗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开始有这样子的一个整个长老教会开始有这样子一个脉动，把团契改成小组，然后呢，或者是就加上了一些吃喝玩乐的元素。果然呐，团契或者是小组在一时之间好像活络了起来。但是问题又来了，只要是跟吃喝玩乐有关的性质，或者是这个活动呢，就是比较80%-90%都在吃喝玩乐，哇，报名参加的人就非常的多啊。其中有一些人呢，就好像捞本一样，自以为有理的就使用教会的补助款，或是把自己的奉献当成是在缴年费或者是会费这样子，把教会当成俱乐部。我有奉献给这个团契，我有奉献给某一个单位，那他办的活动我当然要参加，赶快捞本捞回来。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心里所充满的全都是算计啊，全都是马门。马门在圣经就是金钱啊，满脑子都在想我投入多少我就要收回多少，满脑子都在算计我的投资报酬率，完全不想破碎自己的生命，完全不想背起自己的十字架。长老教会从长期背负着只会读经听道理却死气沉沉的臭名，长期背负着只会吃喝玩乐却没有任何信仰见证的骂名，即使参加了特会，就好像是吃了一顿满汉全席一样，吃完杯盘狼藉，然后屁股拍拍就走了，什么都不剩。这样的信仰现况是许多弟兄姐妹的痛，也是许多牧者的痛。许多人像先知耶利米一样昼夜呼求，却换不回真实的改变，所以才一直会有长老教会没有圣灵这样子的说法。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啊？长老教会没信心啦，然后我们自己久而久之，我们自己也会有觉得我们好像没有圣灵呢，我们好像没有圣灵充满，因为我们并没有像外教派啊，或那一些讲求圣灵，讲那边呼喊啊，充满那样子。长老教会好像都没有这一些。长老教会没有圣灵，就好像先知耶利米时代没有圣灵。其实并不是没有圣灵，只是大家都拒绝圣灵。大家都很害怕把自己交出去，很抗拒被拔出拆毁，很害怕面子挂不住，因为要见证我的生命怎么改变，就要把我的黑历史都捞出来。长老教会又特别都是家族很多的教会，输人不输丁啊，输丁拍跨兵啊，我怎么可以把我的黑历史挖出来呢？多丢脸！所以拒绝圣灵，当然也就没有圣灵。其实圣灵始终都在。在耶利米，我们从耶利米书第1章一直读到第30章，上帝对耶利米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我必重新建立我圣约的子民在磐石上，我必重新将他们栽植在我为他们所预备的葡萄园。”31章说到：“看哪，日子将到，我要与我的子民另立新约。”弟兄姐妹，日子已经到了，耶稣基督也已经来了，他在十字架上牺牲救赎，这个新约已经立下来了。在过去旧约时期，人们与上帝的约定是写在石板上的，
好，从摩西在西乃山上在石板上刻在石板上的。虽然立约的双方，上帝跟上帝的子民都同意，但似乎好像是一种被约束，有点半强迫的状态。形势比人强嘛，一当尊雷轰闪电，哇，好，上帝说什么都好，都可以 ，OK。所以守不住这个约定，在人来的软弱上实在守不住。如今上帝要与我们另立新约，上帝用他永远的爱爱我们。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牺牲的爱，激动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这个刻在心板上的新约，促使我们的生命愿意去更新，愿意被改变。圣灵一直都在，端看我们愿不愿意把我们自己交出去，端看我们愿不愿意顺服，并且接受他的安排。只要我们愿意顺服圣灵，进行拔出、拆毁的工程，那我们内心这个充满算计、杂乱不堪的葡萄园，一定会被上帝修剪、重建，成为结实累累的葡萄园。感谢神，在我们建成牧师在这几年来的观察，在这几年来陪伴，我们已经摆脱那个死气沉沉这个臭名跟骂名了。我们每一年的音乐见证会，每一年牧师都会说：“我们额满了，你要报名，不好意思，等明年。”接着，我们就要一同来聆听3位弟兄姐妹的分享，他们会带领我们一路一步一步经历圣灵在他们生命当中的改变。相信他们的分享也会触动我们的内心。我们首先请第一位见证分享者，就是吴五郎长老。各位兄弟平安。因为牧师捌讲过，你若蒙受主的恩典，若无讲出来，这就是对上帝的亏欠。第二，我有看到一节圣经讲，这百姓是我为家己所做，这是上帝讲的。好述说我的美德，这伫以赛亚书43章21节。所以我受感动，牧师邀请我今仔就徛伫遮。伫 COVID-19 发生了后，我要回来过年，拄好过年第2天我大爆发，所以足侪拢受限制，冲击到各行各业，连国外遐嘛拢受到我的事业、我的公司伫遐，全嘛受到限制。我的哥哥讲：“你毋免来啊，即摆遐拢咧封城。”了后我伫国内，我去撞到阮爸爸，他伊迄个老肺，佮膀胱肿瘤，迄阵伫这期间佮送病院，非常的危险。我撞到这，哇！我心情嘛真歹。过来，阮妈妈这几年，阮妈妈因为开坐骨神经，了后拢伫痛痛中，佮受到 COVID-19 的影响，发烧，迄个马街迄个急诊，我伫遐甲阮妹妹，我过暗时，阮妹妹过日时啊，我伫遐非常的艰苦。我遐嘛看到人过身去。第二，我的公司本来我接到2个合约，拢讲好势啊，要来签约，结果结局嘛是就没有成局。这有细节，等下我才讲。过来就是我的查某囝，我转来看阮查某囝，足辛苦。伊辞掉 MIC 啦，全拢咧做这煎饼果子，家己创业。我看足艰苦，心足艰苦的，真艰苦。我一直祈祷上帝讲，互伊生理歹，互伊1-2年吼，我1-2年吼了后就收起来。哇！结果人的想法拢毋是，上帝毋知安怎，互伊记者拢一直来甲访问，佮甲广告，哇！迄拢免钱的啊！全足无用的。阮某也参与，我嘛参与，哇！即摆拢家己内底。但是伫发生这个代志时，我心情真歹。阮的查某囝2个
我结婚，讲要结婚要选择家己的方式，哇！我甲讲拢无啦，家己选择家己所爱的，我心情真艰苦。迄阵我吼真正无快乐啊！佫佫足济还无讲吼，讲袂好，惊时间。结果真感谢上帝，我痛苦甲上帝求讨。上帝和我的爸爸出手，甲医好。本来有两边吼杀颈症急症，伫迄个时阵，结果是细菌感染啊！迄医生开刀吼，全细菌感染，互伊差一点仔就死吼。我伫厝的时看伊拢无法度困，足痛苦的。迄阵伊一直咧甲我交代后事啦，阮爸爸，我足艰苦，我大声祈祷，讲主啊！这对少年我看伊吼，遮尔认真，上帝迄工，佮听你，佮祈祷。伊捌讲过，伊讲伊要听即个囝，听我到70岁。结果即个时间还未到啊！上帝啊，拜托你爱互伊的应允，就上帝真正帮衬。我的妈妈送去迄个隔离室的时，本来医生讲你才入去迄个隔离，但是亲人拢袂当入去。你袂无？佮摕迄切结书互我签，互我甲我妹妹签。我伫遐顾我妈妈时，我足艰苦的。我是讲，我都还袂友好着因呢，因为我听足济吼，送入去了吼，就 say goodbye 啊。我听足济，咱教会内底嘛有伊爸爸，有人爸爸，也是我看足济送入去了就 say goodbye 啊。看袂到伊啊啦，就是等于就是小小，也是直接做重色的。我伫遐暗时，我妈妈咧困的时，我伫遐暗时咧哭时，我痛苦大声祈祷，甲上帝求讨。我妈妈甲我的决定就是讲，我爱入去，叫医生开迄药啊1礼拜。我妈妈倒来厝的，因为我妈妈若无看到我吼，伊就无气力啦，伊就想伊想囝，伊疼囝，所以倒来厝了后，得到完全的医好。靠着上帝，我靠着迄药物，我真正感谢主。我嘛决心了，我全放弃大陆的生理，我全转来，我全台湾，我遐拢放互阮哥哥啊，我全转来台湾，会当甲我的厝的人，大家斗阵生活，佮甲阮查某囝，我看伊遮辛苦，我本来是祈祷讲，上帝互伊2年了后已经结婚煞应该就会当结束，结果无想到，我拄仔讲的。记者来访问，网红来迄落，结果伊做袂去啊！我就爱甲，我看伊遐辛苦，我就爱参，我就爱斗阵，甲伊斗阵，甲斗3工。了后，我真正感谢主，我查某囝第2个嫁去高雄，迄嘛是无信主的家庭，但是得到阿嬷甲公公婆婆足疼爱，甲老公，但是就是讲，伊一直想讲要有怀孕。结果伊嘛去度蜜月，去外口，去几落边澳洲、日本、加拿大、美国，哇！我想讲安尼应该有机会。结果逐遍倒来拢失望。了后伊若搁倒来看我时，对期待了后就搁失望，对期待了后就搁失望，因为拢没有怀孕，没有受孕。我伊就甲上帝求讨讲，伊若会当有心，伊伫迄个家庭，伊虽然是无信主的家庭，但是会当受到搁较重视，会当慢慢。带因遐拢来信主，因为上帝听到我的祈祷。有一天过足久哦，过半年了，伊倒来甲我讲，父亲节进前，互我欢喜，阮斗阵出去外口食饭，用爸爸有心啊！哇！我大声伫遐话讲感谢俄罗斯，所以非常的感谢主。这内底有足济故事，但是我无法度完全来讲，因为时间有限。搁有一遍，我伫遮教会诗班散了，我行转去厝的，我拿手，我迄天都下着毛毛雨，我伫阮兜遐停好车了，我要过马路，我走在斑马线上，而且是绿灯，结果被一部车子左转，因为那时候过9点可以左转，有一部轿车很快冲过来，我闪避都不及，我这一生就第一次被车正撞。这样，因为我本来都很小心，就一撞我飞了。
飞出差不多我看应该有15公尺到20公尺，然后翻2圈，结果大家大楼的管理员都跑出来说：“哇，这个人惨嘛，这个死啊，这惨嘛，那不是半身不遂，就是都安怎骨折。”结果被计程车叫来，计程车送到那个马偕医院，就非常的感谢神，神差他的天使扶持，没有让我受半点的伤，只有我在着地那时候那个脚有一点痛而已。我非常的感谢神，因为神原来他都在，我都以为神他已经离开我了，所以我深受大大的感动。所以我在数算的神的恩典里面，我知道神告诉我说，他在我的前后回绕我，按手在我的身上，所以我在危难之中，神都保护我。我知道神还在，神没有离开我，所以我就想到我的女儿每次都跟我讲，我大女儿，因为我现在在帮她，每天她都会载她，她就跟我讲，她说神对你真的很好你每次都你都没有去想神的恩典。我想想有啊，我世代我没有，我后来就静下讲，对呀，我家已经4代同堂了呢，4代同，我还有爸爸妈妈，现在这么还可以我来能够孝顺，我还有女儿，我现在当阿公了嘞。而且我在不久也要当外公了，在明年1月，我真的很感动神，我很感谢神，是神怜悯我、恩待我。因为过去我也做了很多亏欠神的事情，神竟然没有数算我的这个错误，竟然还继续的带领我跟我的家人。让我能够看到我的儿子、孙子，还有我的父母还健在，所以这一切都是要归给神的一切的荣耀。最后，我们要完全的交托，因为神是应当称颂的，他没有推卸我的祷告，因为我知道我在欠缺的时候，我就献上我的祷告，因为那神就听我的祷告，那我愿一生一世，我跟我的家人世世代代能够都服侍神，跟随神。现在我要用我完全交托这一首诗歌来赞美神。主你引带我，我心拢无惊。有你在带路，我安然自在。有时我头前看无路。有时我头前是风暴，我的主带路搁看顾，主啊，我完全交托。主你引带我，我心拢无惊。我头前看无路，有时我头前是风暴，我的主带路搁看顾，主啊，我完全交托。有时我头前看无路。有时我头前是风暴，我的主带路搁看顾，主啊，我
看无路，有时我头前是风暴，我的主带路搁看顾，主啊我完全交托，我的主带路搁看顾，主啊我完全交托。好，感谢吴郎长老的分享哦，很感动，我刚刚也眼眶红红，下面的也很多人眼眶红红。好，那接下来我们请赖佳慧姐妹来做她的见证。好，大家平安。我是赖佳慧，然后大家通常都叫我佳佳。那这个慧呢，其实也是牧师给的字，就是恩惠的意思。然后，今年5月的时候，应该很多人都被我吓到，对，跟大家抱歉一下，就是关于我剃光头这件事呢，就是虽然有点晚，但是在这边说明一下，不是因为生病的关系，就是单纯想体验看看。然后，要在这边感谢我的妈妈。就是她把我的头真的顾得非常的好，对，她是一个才德的妇人，然后她用尽她一生都是在走在神的道路上，然后教养我跟我哥哥，所以大家可以给她一个掌声吗？然后当然也要谢谢我的爸爸，对，他是一个爱妻子，然后爱家庭，而且他愿意调整自己去学习怎么跟孩子相处的。很棒的男人，对，顶天立地的男子汉，然后他也非常认真的赚钱，然后把我跟我的哥哥养得白白胖胖的。那我是负责白白的部分，对，然后所以请大家为我的哥哥祷告，他最近很努力的在练习跑步，要减肥，所以请大家可以为他祷告，让他可以就是顺利的减肥。对，那我是佳佳，对，今年25岁，然后我从小大家都是在一个基督教家庭长大。那很感谢我的爸爸妈妈，然后当然也是感谢上帝，就是我一路从小到大，虽然也经历过一些挫折跟一些创伤，但是就是一路上不管是我升学或者就业，都会因为有着神的带领，就是丰富精彩。那我现在是在幼儿园当老师。那去年我的第3个生日愿望是，就是可以找到一个在精神上门当户对的人谈恋爱，然后我开始尝试。用交友软体去认识朋友，就毕竟因为在幼儿园里面遇到的男生不是7岁以下就是已经结婚了，所以并不是很适合交往的人，对，然后所以呢，我就开始在不同的交友软体上面啊，打自我介绍啊，佳佳25岁啊，我是基督徒啊，然后我是幼儿园老师啊，然后等等的，我去努力的描述自己跟展现自己独特的个性，然后条件跟需求等等的。然后我就很努力的在寻找，那个对的人到底在哪里呢？我就觉得，我自己的条件不差啊，所以我也开始用不同的条件去筛选想要互动的对象，包含可能就是至少不能排斥信仰啊，然后要懂一点音乐吧，然后关心环保等等的，然后要整齐啊、干净啊，然后就是不能是个就是品性不好的人啊等等的，然后至少要跟我有一点就是智商上的频率有点相同之类的，对，然后。我就开始有约不同的人见面，甚至还有遇过有人要诈骗的，但是大家不要担心，因为我没有被骗，然后我还有委婉的劝他用正确的方式赚钱哈。然后见了一些世面之后呢，我差不多是在去年这个时候就发现了一个，有一个条件跟我，有个条件让我觉得有点兴趣的人，对，然后让我想要跟他见面，然后我也很好奇他的故事啊，跳太快了。对，我就很好奇他的故事跟经历，然后呢，他也对我蛮有兴趣的，所以经过几次的见面啊、约会之后，哇，他就告白了，我吓我一大跳，因为我第一次被告白，但是呢，我没有马上答应，因为毕竟他不是一个基督徒，然后
我要找一个是精神上门当户对的人嘛，所以教会在我的精神生活上面是占很重的位置，所以我必须要邀请他来教会看看他的反应等等的。然后，所以我也在那一阵子呢，不停的询问我身边家人朋友的意见。那得出来的结论是说，虽然他不是基督徒，但是如果他不排斥到教会，而且你喜欢的话，那你就可以交往看看啊。对，然后我就邀请他来到我们圣诞节的聚会。那因为他不是台北人，他到教会需要点时间，我就跟上帝祷告说啊，如果9点半之前他要准时出现在教会的话，那我就相信说，他是上帝，你要让我去练习爱的对象。对，我是这样祷告的。那快9点的时候，我就收到他的讯息说啊，抱歉，可能会晚到。然后我说啊，哇，那就不是了就是我其实是感谢上帝，就是给我一个很明确的答案，但是我就不用去烦恼到底要不要答应呢，什么之类的。但结果他大概9点28的时候，就是说到了。哇，好，很刺激，非常刺激。对 ，OK， 我们在圣诞节聚会之后呢，就深聊了一下彼此对于进入关系的想法，然后我可以感觉到他真的很喜欢我，然后我也是心里面的小鹿已经撞到 OK 了，所以就是想说，我有得到许可啊，就是练习爱的对象嘛，就虽然可能还是有点怕怕，但是就试试看吧，所以我就抱持着他有可能会因为跟着我到教会认识神，然后相信神的美好的这样子一个期待呢，就进入了关系。那应该很多人都看过他，因为他必须得说，他真的是蛮认真的，花了很多时间陪我来教会参加主日啊，还有社青团契等等，所以我就开始了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甜甜蜜蜜的谈恋爱了。但是呢，好像就是越来越没有那个平平安安。对，就是我自认为是一个很感性跟理性兼具的人，然后有时候可能感性比较多，但大多数时候应该算是很理性的。对，然后我甚至在交往的第一天，我就因为我真的还是很不确定，就是这样进入关系到底好不好，我就整个元旦那一天就心烦了一整天这样子。然后但是就是跟他讲这件事情，跟他讲我的感觉的时候，他都是能够很温柔的接住我的不安啊、我的焦躁等等的。那我在交往过程当中也会不停的跟他确认他的想法，或者是跟他说我的想法等等。然后我们都是我们都是很细腻的人，所以呢也都是很需要时间思考的人。那可能我们遇到观念冲突或是意见不同的时候，通常我们会先是沉默的去想，但是通常是我在沉默之后会先开口，然后他也会就是认真的回应我。然后即使可能他回应的并不是我期待的内容或方式，那我觉得或许这可能就是谈恋爱的不容易吧，就叫他沟通啊。然后我就很努力的去用尽了我在学校我是念教育的嘛，在学校学过的东西啊，或者我实际经历过的方式去表达我的爱，去努力的跟他相处。但是有一种很强烈的不安的感觉，就是每隔几个礼拜可能就会跑出来，让我就是很心神不宁。那在就是常常是在开开心心的约会过后呢，就可能回到家，就是跟他没有见到面的时候呢，我就可能会因为手机的讯息的震动，然后就心情就随他起伏，就是会期待他的讯息，然后因为收到他的讯息开心。可是如果不是他的讯息的话，我就会觉得很失望。然后我就开始找资料，开始频繁的就是寻找啊，或者是问朋友的一些看法，就是来确认说我到底怎么了，就是我们真的适合继续走下去吗？可是我真的很喜欢他，他也很喜欢我啊。那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也很甜蜜啊。那为什么我这个不安的感觉到底是哪里来的呢？那我们因为工作跟就是参与各种活动，就是很忙碌，然后一直就没有坐下来好好的谈对我们这个关系的想法，所以一直到我生日过后呢，我觉得就是我剃头之后，对，然后我不安的感觉就越来越强烈跟频繁，因为我就越来越觉得说，如果我对于我未来婚姻生活的想象是能够跟我的伴侣一起为着我们共同的困难或者孩子祷告的话，那我好像应该要先跟他确认，就是这样的画面是不是他也认同。就不然继续下去的话，时间越拉越长，我们可能只会造成彼此更大的伤害。
所以我就决定提出了我们适不适合继续交往的这个讨论。好，然后我就开始用自己的方法去分析啊，去整理，然后跟他确认，然后我们是不是应该继续走下去呢？那答案是否定的。对，就是其实他在交往前就已经表达过他对宗教是保持开放的态度，但是我没有想到呢，就是这样的开放其实也是不相信，然后也没有意愿相信任何神明的意思。那其实除了信仰，然后他也提出了一些可能我们之间有的落差，然后就这样我们就在6月中分手了。然后分手之后，我就经历了几天悲伤的日子啊，但是我们并没有断了联络，因为他担心我的状态，那我也还是想知道他的感觉。我们都很难过，然后也想说，我们是不是太冲动了？我们是不是应该努力复合看看？但我觉得，如果很快又复合的话，就是还是会有相同的问题出现，因为我们并没有改变任何让我们分开的因素。就后来还甚至就是很慎重的写了分别的祝福卡片，然后我们一起在第一次见面的餐厅，然后就是再次去厘清我们分开的原因，然后吃了最后的晚餐这样。然后分开隔天呢，我又开始想，是不是其实这些原因其实是可以透过努力去处理的？那他其实也不排斥这样的推论啊，我就又想到一个方法，那我们就一起。我们报名一个，就是有一个基督教组织学员传道会，他有开设线上婚姻课程。我想说，或许我们可以就是一起上这个课，然后更理解就是在基督教信仰里面关于感情、关于承诺、婚姻这些很抽象，但其实是很重要的事情。或许我们就是去上完课之后，我们会更清楚该怎么办。那个课程呢是1个礼拜1次，然后从8月中一直开始到10月，这样总共是9堂。如果有人有兴趣，我蛮推荐的，所以可以来问我一下。好，然后我抱持的有点期待，但是不能太期待的心情，我就开始上这个线上课。那我也不想给他压力，所以就一直没有追问他，就是我就没有追问他上课的感受。然后我们之间还是有联络，那就断断续续这样子。然后我又开始，因为他有没有传讯息或者回复讯息给我，就影响我的心情，所以我就决定在8月底的时候呢，完全的断开联络。我尝试断舍离所有跟他有关的通讯软体啊，然后卡片、相片、礼物，然后还有甚至是我一路以来，我都会用文字记录我们之间的相处的内容。那我把这些东西全部都删掉了，对，或者送出去等等的。我尝试用自己的方法去修复自己。好，我看到时间的提醒了，但是抱歉，对，疗愈自己，对我就是开始疗愈自己，然后去看电影啊，跟朋友见面啊，参加活动等等的。然后，我也在跟他断开联络将近1个月的时候呢，尝试跟新的网友见面，然后就又回到了之前那个。基督徒会音乐然后认同环保理念还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好像也还蛮聪明的。但是我觉得这个新的男生，我一点都不觉得他适合我。就我发现我还是很想念那个我好喜欢的人，然后我就崩溃了。对，那天刚好是圣歌队出去外面短宣的那个礼拜6，爸爸妈妈都不在家，我晚上回家的时候就一直哭。我觉得很失望，我觉得怎么会这样？到底为什么会这样？我觉得很无助，然后我很不解，就是为什么我已经那么努力了我已经很努力想要忘记他了，可是我还是发现我就是自己很想念他、喜欢他等等的，然后我非常的悲痛，一直哭到没有力气，然后又休息有力气又继续哭，然后没有人在我身边，然后就觉得我心都碎了隔天早上的主日呢，我也累到完全没有力气出门。然后下午勉强自己出门去听演讲想说要好好的站起来，但是晚上回家呢又崩溃了，所以我就跑到了顶楼因为那时候爸爸妈妈已经回来了我就跑到顶楼一直哭，然后靠着墙壁哭，蹲下来哭，然后回到房间躺在地上继续哭。我就开始，因为真的太痛苦了，所以我就呼求上帝。我就想到，就是我说耶稣，我好需要你就是我想要找回你曾经给我的那个平安喜乐。然后呢，就是我真的好难过，到底该怎么办？但是大家知道，就是哭到一个地步还是会冷静的，因为毕竟我是感性理性兼具的人，所以我在冷静之后呢，我跟妈妈求救，然后妈妈就说呢，你要去思考，就你生命的追求到底是什么？你的盼望在哪里？你的盼望是在人吗？还是你的盼望是上帝？你追求的事情是神的国度吗？
就是在呼求神过后的那个隔天早上，礼拜一嘛，没有发生神迹啊，他也没有突然联络我啊，我也还是很难过啊。虽然有冷静下来了，但是我还是很难过，而且还是要去上班啊。然后那天那个早上呢，我们班有一个小女生，她突然就是有很严重的分离焦虑。平常可能用转移注意力的方式，或者是就是给她小任务的方式，她就可以回到教室。但是那一天她就是一直哭，一直哭，然后呢没有要停哦。然后我就抱着她，然后坐下来，然后慢慢的拍她，然后一直拍她，她还是难过，然后还在继续哭。然后那时候我就在拍她的时候，我就突然觉得我很羡慕她，我很羡慕这个小朋友，就她可以很尽量的哭，她哭得再大声都不会有人怪她或是阻止她，而且呢，就是她有一个人可以，她不带任何评价跟期待，无条件陪着她难过。然后我那时候眼泪就忍不住滴下来了，因为我发现就是上帝也是像这样对我。下班之后呢，还是很难过，对，我就打电话给妈妈说：“妈妈怎么办啊？我还是很想他，那怎么办？”我妈说：“啊，你就打给他。”她说：“打给他，我要说什么？”然后你就说你想说的啊。她说：“对耶，我好像还是可以联络他，没有人规定，没有法律规定我不能联络吧？”所以我就决定把我的想念表达出来。然后虽然我删了通讯软体，但是我还是记得电话号码，所以呢，我就传了简讯给他，我怕打扰他上班，我就跟他说呢，我很想他，想跟他见面。对，然后呢，我传完，我就传讯息嘛，然后传完讯息之后，刚好就去上厕所，我就在厕所里面，我就跟上帝祷告。对，我就是跟上帝祷告说，如果你要我完全的死心，那你就让他在今天结束之前都不要回应我的简讯。那做完那个祷告之后，我就是觉得完全的放松下来。不是因为我上完厕所的关系，是我真的觉得松了一大口气。对，我觉得好像本来被什么东西紧紧的绑住或勒住，但是在那个祷告之后就松开了。对，现在回头来看，我会觉得那是一个我把我生命的主权交出去的那个瞬间。然后呢，我一踏出厕所就收到他的回应了。他依旧是很温柔的接住我的情绪，然后就是关心我最近是否平安。那我们没有复合，那现在还是有断断续续的联络，但是我现在是可以很自在的用朋友的关系对待他了。那总之就是，我在呼求神那天之后呢，我觉得我完全的得到了释放，就是我突然发现我真的是不需要紧紧握着我人生的方向盘去想要，就是在这个F1 赛车里面，我是要去操控它，我并没有那个能耐。然后厉害的上帝他是一直都在的。然后我也发现，就是在我传出简讯那一天嘛，我很难过。那一天我非常非常极度的想要见到他，很想念他的那个渴望，我发现那样的渴望应该是我们要对神先有那样子的渴慕。神才是我们应该要追求的首位。我发现我自己过去没有把神当作完全的把神当作生命的源头，我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去努力，用自己的眼光去看人，用自己的聪明，用自己的想法去生活，但是我其实一直在消耗自己。就是如果当我离开了他，离开了这个爱的源头，离开了生命的源头，我跟上帝断了连结，我其实什么事都不能做。就像这个经文里面提到的，我如果没有跟上帝连结的话，我什么事都不能做。就是上帝能够带给我们的是其他人都不能给的。就如果我爱的父母不在我身边了，我的朋友也不在我身边，我完全没有任何人在我身边，我靠自己也没有力气的时候，上帝还是会一直在我的身边。就像我抱着那个在哭泣的小女孩一样，上帝会那样子抱着我。然后我就反省自己啊，就是我有像渴慕爱情一样的渴慕他吗？就是大家有像渴望那个抢到票一样的渴慕上帝吗？就是当我想要跟我喜欢的人分享我所有生活里的大小事情的时候，其实上帝也在等我去跟他说话。就当我想要拥抱我爱的人的时候，其实上帝他早就张开双手在等我了。然后他爱我这件事情呢，是我还没有出生的时候，
他就已经先爱我了。那感谢上帝，他确实帮我安排了一个练习爱的对象，就是他让我重新找回了爱的源头，就是上帝本身。虽然我们现在没有在一起，但是我反而比过去交往的时候更认真的为他祷告，因为我真心的希望他是可以感受到神全然的爱，然后认识这一个伟大、充满智慧的人生导师，他的心里可以得着真实的平安、喜乐跟盼望。好的，那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我在经历前面很大一段的领悟之后听到的。那也是因为听到这首歌，我才决定要报名见证分享。那歌词里面它的比喻是我们就像耶稣的新娘一样，然后他也一直都惦记着我们。只要你愿意把你自己交给他，他会好好的牵着你，他一直在等你。然后他所给人的是比你想象的，还要奇妙，超乎你所求所想的恩典跟丰盛。然后这是歌词也都是就是上帝在圣经里面对我们表达爱的这个话。然后邀请大家等一下可以一起大声的把对神的爱唱出来，就是先跟上帝谈恋爱，你才有办法去爱人。对，谢谢。大家可以一起唱大声一点。是如此宽广，让我毫无隐藏。
上，如同戳进。你的爱是如此坚强，胜过死亡。你的爱是如此宽广，让我毫无隐藏。对你爱不完，对你爱不完，对你爱不完，对你爱不完。如同印记，你将我放在你的背上，如同戳进。你的爱是如此坚强，胜过死亡。你的爱是如此宽广，让我毫无隐藏。谢谢大家。好，我们谢谢佳佳很真实的分享，也愿神带领你找到适合你的人。好，接下来我们请赖伟韶弟兄来分享他的见证。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这是我第一次在正神教会，做我个人的做我的见证分享，有点紧张。不过，很谢谢大家能够应该也很谢谢见证教会给我这个机会，让我对这个信仰做一个简单的告白。首先，我想要先跟各位分享一下。就是我大概列了4项，就是关于第一点就是受和感召受洗成为基督徒。关于这件事情，我要先向大家自我介绍。也许这个在教会的弟兄姐妹，好像有些人大概对我也没有很熟哦，大家可以叫我小赖就可以了。然后我是凯华执事的先生。然后也是在这个见证教会受神的见证下，结为连理的。然后在这个之前呢，我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无神论者。然后我的个性是非常自我的，因为原生家庭的关系，从小是单亲家庭的孩子，在非常小的时候，所以很多事情都是自己处理的，所以对自己的生活还有一些观念。都是一步一脚印的感觉，是自己生活上来的。那关于信仰，在原生家庭的信仰是属于道教，不管是原生家庭的父亲或母亲，他们的信仰几乎都是道教或者是佛教。那对于这个宗教，我都是抱持着尊重，然后也不排斥，但是也挺没感觉的。这件事情，如果说就是身边有无神论者的朋友或者是另一半，相信你们很认同我讲的上述这些话。但是在认识凯华的时候，我们第一次认识的时候就是在游泳的时候认识的，所以我就觉得但接触他的时候，发现他的信仰是基督徒的时候，其实我的内心是有点排斥的，讲真的是这样。但是我也是告诉他说。其实我没有很排斥，就是有点违心呐。但是因为你爱这个人，你喜欢这个人，所以你会愿意去尝试，进入他的生活，包含他的信仰。然后我第一次跟他进教会的时候，其实我是真的很不愿意，而且我是非常非常厌恶那个环境的，其实是这样。然后第一次是进到那个社青嘛。然后去那个晚上社青在做分享的时候，其实我都很不以为意，所以我记得我那时候脸好像很臭的样子，然后就是觉得说，哎，这些人怎么这么奇怪，还要唱歌，然后还要对自己做分享。那关于分享这件事情呢，就是我原本是一个很不喜欢分享的人，但是来个1-2次之后，我发现，哎，怎么那么好看，还有东西吃，然后开始
觉得很棒。我觉得如果是身边有无神论者的朋友，真的是可以带他们来听一下。但是我很感谢我太太的是，因为她很尊重我，然后也尊重我的意愿，并没有太多的强迫，所以我愿意走进教会，这是一个很大的关键点。然后重点是，建成教会给我的感觉是只有爱一个字而已，就是大家真的相处起来很像真的是兄弟姐妹的感觉，也是我从来没体验过的感觉，因为我是独子，所以我都没有体验过类似这种的感觉。讲到这边就觉得很感动。好，以上是我对这个这是我的大概是我这个人的感觉。然后会受洗成为基督徒，是因为在很多的时候，在我进教会之后，到我就是我很坚持不受洗这件事情。因为我想要保有我自己原来的初心，但是这其实不是我，因为上帝早在我上大学的时候，用很多种方式，到现在目前为止，用很多我能理解的方式去了解他，就是接触他，然后他也透过很多的方式让我知道他在跟我对话。所以我觉得上帝不管是在我不认识他的时候，到现在都在背后支持着我，然后我也感受到他无条件的爱。好，然后再来就是我是今年5月底受洗的，然后其实我一直很犹豫，直到我真的感受到上帝所教我的事情，就是不管是在生活，一些个性上，或者是就是我觉得基督徒的信仰是融入在生活的。哦，我好难，很难解释，所以我觉得这一切只有感谢而已。然后再来是第二点，是从上帝的爱里学到了什么。刚刚在自我介绍的时候有说我是一个非常自我的人，所以我的自我为中心非常的严重，所以我学会放下我的身段去聆听每个人要跟我说的事情，或者是别人的需求，然后并谦虚的看待很多事情，然后也不贪小便宜，然后坚持做对的事情。那我知道我本性算是善良，但是自从受洗后，我才知道说，其实真正的善良是可以在很多角度替人着想，不是因为他作恶，我们就要去谴责他。但是我发现，就算是对方做了对你不好的事情，我们仍然能够为对方祷告，并且是用上帝对他的爱的角度去为他祷告，这点是让我觉得我进步最多的地方，我很感谢上帝。我想跟大家分享哦，就直接讲到第3点好了，就是因为这一点呢，就是我非常的有感。然后举个例子哦，就是有一天我在家里看到一则骇人的新闻，然后她那则新闻就是母亲会亲手让自己的女儿窒息，我觉得非常惊恐。身为有孩子父亲的我觉得这件事情让我非常非常愤怒。以前的我一定会用很严重的形容词来谴责这位母亲，但是让我变得最多的部分，就是我居然在怜悯这位母亲，并且帮这位母亲以及这位失去生命的女婴祷告。我发现我用这种方式看待这件事情，同时我也觉得我在转变，这是我对这件事情的生活上面变得最多的分享。然后看待的事情很多角度也跟受洗前差的非常多，脾气也好了许多，然后我变得更会站在别人的角度看待任何事情。在我遇到自己快喘不过气的时候，我会把一些沉重的心理负担试着交托给上帝，并且衷心的每天的向上帝祷告，让我在我最痛苦的时候可以轻松一点。那我觉得确实蛮好的。
那最后就是在建成教会受到上帝的祝福结婚这件事，然后在这几年，我对婚姻的看法也转变了非常多。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认为呢，以前结婚会觉得说结婚就只是一个仪式而已，但是后来受洗成为基督徒后，我觉得婚姻是很神圣的一件事情，因为是受到神的祝福以及各位弟兄姐妹的祝福下结为连理的，所以我就觉得特别神圣。首先，我觉得上帝透过我的另一半以及我所经历的大小事情，让我学到非常多的观念，还有婚姻的观念，以及了解对方真正的需求。就是因为这一点，我觉得很重要是，两个人在婚姻里面都是一个个体，我们都会坚持己见，但是常常会因为自己的需求而忽视别人的需求，这是我学到非常多也很重要的事情。我在婚姻里犯了很多错误，上帝让我了解到是人都会犯错，就是因为我们都不完美。最重要的是承认自己的错误，然后也要认知自己的错误，也要我也学习到这件事情是需要勇气和面对的，并且要改过。所以上帝给我很大的勇气去改变这件事情。然后我也很感谢上帝总是赐予我智慧，让我在这些年，在我身边爱着我，锻炼我，让我可以真正的拥抱上帝以及我的信仰。然后最后，我最感谢的是我太太开华执事，给我这个无神论的人很大的空间跟尊重，用他自己的方式让我接触教会。所以我觉得，如果身边是另一半的人，真的可以用心体会一下，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但是我也是建议，真的不要太 push 他们，尊重他们意见，他们会愿意来教会的。我觉得建成是非常好的地方。我也很感谢我自己愿意敞开心胸，拥抱上帝给予的这一切，让我的人生充沛了许多。最重要的是，上帝一直都在我们身边照顾我们。最后，我要跟各位教会弟兄姐妹一起来勉励：无神论者不代表以后不会信上帝，我们都会犯错，不代表我们不会长进。对自己失去信心的时候，不代表以后我们不会有自信。也许现在我们过得很糟糕，不代表我们以后不能过好日子。没有事情是上帝改变不了的，只要心系上帝，凡事都有可能。愿主的美意我们都能感受到。阿们。我觉得凡事都有可能，带来这首《凡事都有可能》，谢谢。他们手借给我。活着不是凭眼见，我活着不是凭感觉。我深知主你与我同在，在你绝对没能成的事，有你我能成就一切，能成就一切，因你赐我力量，凡事都有可能，有你家也能看见。生命能改变，我凭信心而活，凡事都有可能。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耶稣。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耶稣。
愿上帝都赐给我们信心，让我们的生活对一切都有希望。感谢上帝。活着不是凭眼见，活着不是凭感觉，我深知主你与我同在，在你却没有难成的事，有你我能成就一切，能成就一切，因你赐我力量，凡事都有可能，有你瞎眼能看见，生命能改变，我凭信心而活，凡事都有可能，我相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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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我相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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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有你，我能成就一切，能成就一切，因你赐我力量，凡事都有可能，有你瞎眼能看见，生命能改变，我凭信心而活，凡事都有可能，有你我能成就一切，能成就一切，因你赐我力量，凡事都有可能，有你瞎眼能看见，生命能改变，我凭信心而活，凡事都有可能，我相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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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我相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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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我相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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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我相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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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感谢耶稣基督的救赎，感谢圣灵在这3位弟兄姐妹身上所成就的事。生命的建造其实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我们人生不同的阶段，持续不断向前突破与经历。我们现在就一起来唱回应诗，我们一起来回应颂赞那位与我们立约的主。信息第481首。突出最黑暗的交界，咱起立来吟圣诗481首。
请坐。奉献，咱请奉献的同工。会将这起立因奉献的诗歌。请坐。报告，咱做伙来看周报。教会消息头一项，本主日为音乐见证福音主日，咱感谢福音的亲友一同前来见证主恩，愿耶稣基督的平安甲你众人同在。第二项，后主日为台湾神学院奉献主日，请为着神学的教育的需要关心奉献。第三项，教会有2025年的精美月历，原则上一户一份，请至柜台登记领取。第四项，1月24号感恩节主日将举办一家一菜的感恩飨宴，邀请兄姐分享拿手好菜，请欢喜预备菜肴至1楼柜台登记，以免菜色重复。第五项，2025年的爱餐认线开始。请踊跃响应登记，一个单位是30块，每周会开放2个认线单位。认线款请于2025年第一主日，搁交予干事登账。团契消息，1月1号上午10点，兄弟团契主会，主理是知梅牧师。奉献明细，请咱家己来看。上吟信息511首。阿罗上帝至关至尊，将请起灵诗。愿主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
天父上帝无限的疼痛、信心的感动甲快乐，甲恁三甲弟弟，对这事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好，我们接下来要邀请大家再次起立，我们一起来唱最后一首会后诗《唔免惊》。主，求你使用我，哦主差遣我，使被掳的释放，瞎眼的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大声说，大步走，带着主所赐的力量，勇敢地面对每天的不一样，不免惊，总会亮，有主同行，我不害怕，我要去传扬，每天都说，哦哈利路亚，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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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大声说，嘿，大步走，嘿，带着主所赐的力量，勇敢地面对每天的不一样，没怕，嘿，总会怕，嘿，有主同行，我不害怕，我要去传扬，每天都说，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各位，音乐见证主日就到这边，大家可以下去享用爱餐，谢谢。来到闭会。